大家好，歡迎嚟到 SingN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環節。你可能會問家長點樣及時了解細路嘅比賽機會？家長可以通過 SingNU 音樂學院提供嘅多種溝通渠道，及時了解孩子嘅比賽機會。呢啲渠道包括學院嘅定期新聞通訊、活躍嘅社交媒體渠道，以及同學院工作人員嘅直接溝通。學院非常重視保持家長嘅參與度同信息暢通。通過分享即將舉行嘅比賽、報名截止日期同籌備活動嘅詳細信息，令家長能夠積極支持孩子嘅參賽同成長，同時隨時了解學院嘅各項活動同機會。Hi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 go to SingNU, SingAndYou.com and check it out. Bye bye. 叶家长也跟我说，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